你请了。你这只狗，你有看遐侪狗有飞钱？people mountain, people sea. The weather is great, but 你讲啥？人山人海啊！狗唔食呢？你敢知影？咱的天气是受到什么的影响呢？I don't know。这拢是大气层的影响。Atmosphere later。大气层对地面升起有对流层，才有生细分布。类讲线啊，空风暴雨，所有天气的现象，拢伫咧遮。And 咧，过来就是冰流层，伊的气候稳定，所以要飞国外远途的飞机，拢会飞入这站。伊会较轻柔，另外，伊遐有吸收紫外线，会伤害细胞紫外线的臭氧层嘛伫遮。Next， 过落来就是中气层，到遮空气已经是足饱啊。After 咧。上尾是真温层，因座位置飞伫车，若做水，南极甲北极的极光，拢伫遮会看到。过来阁有无？无啦，阁飞出去就是太空啊。所以，咱今仔的大气层个介绍到这。OK，goodbye，thank you everybody。